1分鐘教你正確深蹲方法。首先，鞋嘅選擇好重要，千祈唔好着功能性嘅鞋做深蹲，例如跑步鞋、行路鞋。呢啲鞋底唔夠平唔夠硬，力量唔能夠直接傳遞到地面，容易重心不穩。出巴嘅時候夾實個背，托實條巴，唔好俾佢左搖右擺。腳踏湧泉，踩穩重心。企闊嘅位置大約膊頭闊少少，膝頭同腳尖方向微微向外，因為咁樣臀肌先至發到力。踎到最低點嘅時候，保持背部挺直，上半身微微前傾，臀部向後坐，壓寬屈膝，保持重心中正，力從地起。發力嘅時候保持膝頭打開，用臀肌去發力。其次係膕繩肌同股四頭肌，因為臀肌係人體最大塊嘅肌肉，佢嘅力量輸出會比股四頭肌發揮得更大。喺上面嘅時候吸氣，發力時呼氣。錯誤示範，膝頭前傾過多唔單止影響膝關節，更加發揮唔到臀肌嘅力，只會用到股四頭肌同內收肌，唔足以踎起大重量，甚至有機會受傷。